我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台湾即卖袂输咧流行创立政党。伫咧台北市长郭文铁创立着台湾民众党了后，台南县的前县长苏焕智，即个拜六嘛要来成立着台湾卫生党。第一个诉求就是中央爱甲权力放互地方政府，过来要争取台北市、新北市甲桃园市三都的区域立委候选人。 台南县前县长苏焕智伫郭文铁成立台湾民众党了后，伊嘛要成立台湾卫生党。这个党名就是讲希望会当改革。第一诉求是希望中央权力会当下放。德国式的这个分税制，把权力跟财税下放，然后政府要减少干预，变成一个小政府扁平化的政府。 主打互中央地方政府会当平分企业税甲所得税，还有一个重点是希望推动地方自治改革，杜绝乌金甲买票，卖争取新北甲桃园市三都的区域立委候选人。各区都会是我们关注的地方的，所以只要有兴趣的候选人，我们都会寻求接触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在各区推动候选人。 台湾卫生党是州上的政党，要担任党公职，其他党员嘛当跨党加入。政党会伫即个拜六成立，了后会有政策中心来推动改革，希望借此会当提升台湾的竞争力，卖陷入哪力的统独之争。